嗱，以前咧就有9大行星啦，但係冥王星咧喺06年被剔出行星嘅行列之後咧，行星只係剩低8個啫。咁科學家就喺1月喺太陽系邊緣發現一顆行星，咁科學家甚至係預測佢會嚴重威脅地球所有生命。咁英國太陽報報導啦，呢一顆第9號行星最接近地球嘅時候，會令到彗星同埋小行星撞向地球。部分科學家甚至預料最快4月底就會出現呢一個情況。咁係咪即係話地球所有生命到時都會滅絕呢？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大學太空物理學家惠特邁爾就認為，呢一顆行星嘅軌跡環繞太陽一周要2萬年。咁佢就話，當呢一顆行星進入布滿石塊嘅柯伊伯帶嘅時候，會令到彗星同埋小行星撞向地球。咁更加認為佢同以往地球生命滅絕嘅歷史有關。咁報道就話，以往嘅化石研究顯示，每2600萬至到2700萬年，大部分地球嘅生命就會被滅絕一次，但係原因不明。有科學家更加擔心今個月底之前呢一種情況就會發生啦。咁究竟係咪危言聳聽？信不信由你啦。